抓风车剧团进前因为抗道具的仓库发生火灾，一直咧找新的仓库。经过文化部的协调，国防部甲实际的旧火药库租予这个抓风车，互剧团免阁再烦恼啊，会当继续替真侪囡仔创作，甚至是演出更较侪精彩表演。 空间内藏真侪剧团的家私报警，起因是抓风车剧团伫2档歌前，因为藏报警家私的仓库着火烧，真侪心灰乌有去，嘛就显出剧团的经营困境。最近伫官方协助之下，总算找到国防部伫实际趴远的弹药库，通好做就使用。3年来的疫情加上火灾，对任何剧团来讲都走不下去。那这个仓储这一步看起来是很小的一步，其实跨了一步很大的一步。文化部自去年开始推展表演艺术创图示范计划，协调国防部军备局提供实际的旧弹药库。抓风车剧团甲过去的官兵宿舍整理好势，嘛有保全消防系统，大大改善过去的安全问题。嘛邀请这2档得到国家会奖助的7个优秀演艺团队来进驻，除了减轻营运压力，嘛解决冲突问题。计划如果成功哈，那么我们希望在各个县市哈，那么都可以有闲置的空间啦，把它改做成仓储的空间。文化部表示，台湾各地拢有一寡营地空间，未来嘛会看试办的状况继续推动，另外嘛会协助解决目前这大失谈的问题。记者伫个台北采访报道。